N 生帶你遊紐約，食盡街頭美食。可惜 N 生旅行期間肚仔痛，今次得我一個做吃貨。第一站經典美式快餐 Rutherford Cheese 超邪惡，濃郁又拉絲，我基本上都為咗佢而嚟。The Old Fashioned Burger 爆汁包油圓牛肉，仲可以揀熟度，快餐都可以好講究。第一間 Schnippers。第二站食 bagel 招牌 L'Avocado，由煙三文魚牛油果洋葱番茄同 casper 再配埋蔬菜味嘅 cream cheese， 清新有足料。現場 cream cheese 口味超多，而 New York bagel 煙韌微甜有咬口，仲超大個。我買咗幾個返屋企做手信。彩虹味偏甜，我最中意提子乾口味。第二站 Liberty Bagel，New York Bagel 果然超好食。下一站食 Taco， 兩份都嚟錯咗豬肉，只係餅皮唔同，味道偏鹹，但係好多汁夠辣，食落好爽。呢間係排隊名店，平時超長龍，所以我哋一開門就去。點知店員都仲係落錯單，配料有好多選擇，不過一件都唔平，想食到飽荷包都幾傷。呢個無酒精西班牙紅酒汽水反而幾驚喜，好似有氣嘅紅酒甜甜地幾好飲。第三站 Los Tacos No. 1。行到好攰，入咗間 cafe 唞下，抹茶柚子梳打層好靚，但兩種味好似互相打交。第四站 Kinship Coffee Roaster， 經過 Wall Street 見到傳說中嘅 Blue Bottle， 竟然冇乜人排隊，終於可以試下。去到美國點都要飲翻杯 Americano， 可惜今次有少少 over extracted， 苦味好重。下一集 N 生終於帶我入餐廳啦！